都好榮幸代表咗德居貝登 JC Decaux Transport 今日大會俾一個好有意義嘅獎，亦都今年因為我哋50週年，咁喺香港已經做咗50年嘅戶外廣告媒體。其實而家亦都我哋唔止做戶外㗎喇，即係同港鐵啊、機場快線啊、香港國際機場同埋太古廣場去做戶外媒體。其實而家已經做到線上線下。咁喺線上我哋亦都參與緊 MTR Mobile 嘅廣告宣傳方案嘅。咁呢啲都係好新嘅廣告宣傳策略，俾廣大嘅我哋嘅今日啦，好多客戶啦，廣告公司啦。其實時至今日，亦都已經我哋嘅平台開放緊俾每個市民。咁正正就同今日有關一個主題就係 AI。我哋已經用緊 AI 嘅服務咧，將市民係可以用緊生活化咁喺我哋個平台上做一啲宣傳，即係做一啲佢自己無論個人啊，或者慶祝佢嘅 fans 啊嘅一啲宣傳方案咯。咁好開心啦！今日呢個award 其實 The Most Influential Brands Award 其實對我哋公司好有意義，亦都代表我全個團隊今日好鼓舞。Thank you。